大家好，我係都會廚師同埋烹飪導師 Marco。今日小白系列教大家零失敗，屋企都能夠做得到餐廳質素嘅煙燻滷水牛展。鹹香入味，帶玫瑰煙燻香，做法超簡單，新手都能夠輕鬆拿捏。呢段滷水汁做法係我之前滷水鴨教學嘅配方。我哋將所有嘅香料舂碎入茶包，再加生抽、水、雞湯煮15分鐘，就係香噴噴嘅新鮮滷水汁啦。如果大家想偷懶，呢個步驟可以直接跳過。超市咧可以買到現成嘅樽裝滷水汁。大家有冇聽過滷水膽呢？商業版本嘅滷水膽係餐廳嘅靈魂，所以需要每天煮滾培養。每次咧只會加入少量入去新滷水嗰度調味。今日就教大家一個家庭嘅版本。中意呢類小白零失敗家常菜，記得點讚、留言同埋收藏。處理牛展好簡單，屋企做法完全唔需要飛水，直接落滷水就得啦。煮滾之後，我哋轉細火煮佢45分鐘。呢個時候你會見到湯面浮泡慢慢消失，牛展嘅香味咧就完全釋放咗出嚟噶啦。大家注意，每一塊嘅牛展纖維咧緊密嘅程度都唔一樣嘅，係冇固定煮幾耐時間嘅。教大家一個超準確嘅小白判斷方法，用平頭筷子輕輕插入牛展。如果發覺未夠腍，就轉細火再煮多30分鐘，重複測試，千祈唔好死跟時間啦。能夠將成嚿牛展拎起，輕輕搖下佢，又會自然脫落喎。呢一個嘅軟硬程度放涼咗之後就會啱啱好彈牙，唔會太腍啦。每次做完滷水食物啦，大家千祈唔好倒佢，用密窿嘅筲箕徹底過濾乾淨雜質，冷藏成冰就可以保存2個月啦。下次攞翻出嚟用，份量唔足夠嘅話，再加一份新嘅滷水汁，可以一直循環咁使用落去。呢個呢就係家庭版嘅滷水膽啦。不過大家要記住一個禁忌，呢一個循環滷水只可以滷肉類，一旦滷過豆腐、雞蛋或者魚，就絕對唔可以再留噶啦，會變壞嘅。滷好放涼嘅牛展，我哋咧就可以做屋企版本嘅煙燻啦。鑊面鋪錫紙，放入米、乾玫瑰、砂糖，放埋蒸架同埋牛展，全程咧開到最大火。鑊邊出白煙之後，繼續燻多2分鐘，打開蓋就會見到金黃色嘅煙冒出嚟噶啦。做煙燻咧，千祈唔好用新鑊，最好咧用一啲舊鑊或者已經壞咗、焊咗嘅鑊啦，否則就會整壞你隻靚鑊噶啦。屋企輕輕鬆鬆就能夠做到一道香到爆嘅煙燻滷水牛展。鹹香滷味配搭埋玫瑰煙燻香味，口感大牙唔柴，最適合家常菜，宴客都得。今日教大家滷水膽嘅保存方法，牛展軟熟程度嘅判斷技巧，大家學識未呢？留言話俾我知，下次你想滷啲乜嘢肉類呢？我係都會廚師同埋烹飪導師 Marco，我哋下集再見。